请剪彩。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侪位在地民代共同为永康区南园里的多功能活动中心剪彩启用。南园里属于老旧社区，65岁以上长者将近17%，因此台南市府摕资4935万兴建新的活动中心，除了有关怀据点，更规划公共托育家园。我们新基地的位置里面呢，刚好是位在南湾里的，大概是差不多中央的部分，所以说这个是位置非常好。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其他几个里面要使用上非常方便。这座活动中心有3层楼，1楼的大礼堂会当办理多元的活动，2楼的关怀据点以及大型教室会当加强对弱势民众的照顾，并且开办各类课程，提供里民学习的管道。3楼是提供社会局公共托育家园来使用。4年来已经新建了41座活动中心，然后也这个耐震补强了将近100座的活动中心。所以说，希望能够这些活动中心都是民众最基本的，也就是最基层的民众他们活动的需求。那为了要让这个基层的服务更加周延完善，所以我们把这个活动中心盖好。永康区公所希望未来活动中心会当提供里民更优质的活动空间，发挥关怀据点、公共托育家园的功能，提升对长者以及幼儿的照顾。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